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？想要没有遗憾，选择自己想要的，你应该会支持我的，对吧？我不懂为什么生物这科要存在。啊，念这能干嘛啊？种菜吗？农夫蛮适合你的啊。我又不是你。什么都一定要做最好，拿第一。反正我这次可以过就好了啦。好啦，你下次有什么先跟我讲，这样我才能帮你嘛。谢啊。但我是还是要先过嘛。哇，我刚刚考真的很烂哎。慢慢靠近 ，Then nothing can be me 决定，我和你的续集就只为你唱，不断重复，快放。走在这次8点钟的操场，汗水不只代表成长，它还冲洗掉所有迷茫，宇宙漫步，张开翅膀，做自己，拼了命，不怕那点梦醒 ，Never giving， 目标固定，有你的心。让我成为星星，漂泊在银河里，只为闪烁着你，守护在你前行，默默陪你回家的心情。想你想你 as the night， Let me love me， 慢慢靠近 ，And the sky keep 任你拉近，与和你的距离随着风流浪，声音还在回荡，慢慢靠近。哎，等下你中午过去吃东西啦。你要吃什么？问你呀、问我。有一点自觉啊！快要选学生会长了，不要再让我失望了。作业写了没？英文单字呢？法文演讲呢？单字背得一塌糊涂，还有呢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讨论 privacy？ 你现在唯一的责任就是好好上学，好好回家。在意自己，只在乎自己的面子。你们拿走。
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。到底是去哪里啦？为什么都不接电话？我不敢相信我儿子竟然会缴白卷。你身体不舒服吗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讲，我是你爸。你现在是在逃避我吗？如果你再不回我的话，我现在就去学校找你。对，我就是不敢当面跟你讲，所以才决定用录影的方式来证明我没有要逃避的意思。我是故意交白卷没有错，因为我想要做些我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情。每次我回到家，面对的就是空空荡荡的房子。你们跟我说的话，从头到尾就只有。老师说的话，你有没有听？这是考试，有没有100分？不要让爸妈丢脸，不要让爸妈失望。我拼了命的想要让你们高兴，让你们满意。我总觉得我人生之中只剩下第1名啊，说第1名什么都不剩。在意的是我的成绩，是我的表现。根本不是我这个人啊！爸妈，我是真的很在乎你。可我只是一个17岁的高中生啊！我也想要在放学之后可以跟大家一起去打球，一起去鬼混，说不定还可以一起吃个晚餐。我很想要有人可以听我说话，可以抱抱我，可以在我做得很好的时候称赞我。儿子刚刚传了这段影片给我。我很想要有人可以听我说话，可以抱抱我。哎，爸爸，我们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啊？我也不懂，不让他走我们走错的路，难道是我们错了吗？我常常在想，我们是不是把他逼得太紧了？也许我们根本真的不了解他。我们是不是应该试试看，让儿子他自己做主？哪有那么简单呢？逃走的路不走，万一失败了怎么办？但是你还记得当初你坚持离开学校，自己出来创业，也没有人支持你啊。但是你还不是自己努力做到了，为什么你就不能够相信广广？你常常都说挫折让你成长，你看我们也不是一起走过来了，我们现在事业也一直遇到困难，我们不是才刚讨论过，我们要听年轻人的想法，要知道现在新的世代在需要什么。
所以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就要从我们自己的儿子做起呢？等下吃完饭跟他们会合，我们至少要再练3遍。3遍。听到了哈，至少要再3次，不然明天表演，听到了？好。喂？医院？怎么了吗？为什么在医院？好，你们先检查，然后看怎么样，我们再想办法。18通，这么急着我干嘛？喂，这么急着我干嘛？学长说明天要表演的弦乐团食物中毒，不能表演了。现在大家乱成一团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不，好，没关系，你先冷静，你先冷静。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好不好？等下打给你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阿健，喂，哥，叶广他们明天表演团体出包了，怎么办啊？什么出包了？就原本要表演的表演团体临时不能演出了。不然我们团表演不行吗？我们的团，我要问一下，不是啊，可是我们要表演什么歌啊？你先去问问看嘛，我们等等练团室再说。好啊，好啊，谢谢哥。嗯，拜拜。徐启章小朋友在找什么？明天要表演的管弦乐团出包了，出包了，那怎么办？就我们团来顶了。所以你要表演啊？对啊，所以我儿子要在全校师生面前表演吗？对啊。那我要穿什么？哎呦，哎，你要去哪？去配衣服啊。明天是直播哦，小明姐。哦。那你要穿什么？你应该是要烦恼我明天要表演什么吧？为什么需要问？你们团练什么就表演什么啊？你那首歌已经唱到烂掉了，而且我觉得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我了。制服。我帮你唱你爸的歌啊。爸爸的歌都这么厉害，那你就挑一首你觉得适合现在的你，然后上台的时候唱，可以把所有观众都吃下来的那一种歌啊。没想到你每个晚上也能抽换整个表演内容，就靠朋友们帮忙吧。还 OK 吗？后台大概在30分钟就可以了。那要不要再去做一下上台前的准备？有信心吧？当然有啊。加油！好了，快去快去。时间快到，哎，爸爸，广广的表演要来嘞，我把链接寄给你。先不用，我在忙。那我就自己先看喽。来看一下我们宝贝儿子表现的怎么样啊？人来人往，在门外偷看，不经意的望，假装自然。Oh, do you feel the same way？ 当你出现，像太阳耀眼，一遍又一遍，隐
藏了疲惫，你总演得很完美。不想要，只能躲在云层里。爱给的选择不是唯一，能不能就让我们在一起？找存在的定义。I wanna be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。巩王这个朋友唱歌还蛮好听的，团还蛮一回事的。巩王好帅哦。总有人回来，不需要掩盖。像天空大海，从来不曾分离，也无法更加靠近。不想要，只能躲在云层里。爱给的选择不是唯一，能不能就让我们在一起？找存在的定义。I wanna be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。I can't forget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。I wanna be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。I can't forget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。不想要，只能躲在云层里。爱给的选择不是唯一，能不能就让我们在一起？找存在的定义。我要退学学生会长。为什么？反正那从来就不是我想要做的事啊。而且，反而在做了这个决定之后，我整个觉得很高兴。叶广，你终于为自己做了一个决定了。我退学你不高兴？没有啦，感觉怪怪的，觉得比较可惜吧。毕竟你做的都比我好啊。你一直都很棒，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。你一直默默支持我，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你了，我一定会让你当选。在我的心里，你就是第一人选。让我陪你疗伤，从今以后，你的心中藏什么？你不用开口，其实我都懂。暗淡之中，你不会寂寞，至少我会握着你双手，抚摸你伤口。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喜欢你。但你要知道，不管你选谁，我都选你。
就只是缩小，就只是大脑，我莫名其妙乱了心跳，还没有拥抱，我也是。就已经预料分开会有多难熬。偶尔的念头，不如就忍受，让心动成为一个人的享受。满身的念头在争先恐后，汹涌的时候忘了如何开口。最想说的话，交给余光的电流，选择你早就想要有以后。总有人回来，不需要掩盖，像天空大海，从来不曾分离，也无法更加靠近。不想要，只能躲在雨子里。爱给的选择不是唯一，能不能就让我们在一起？找存在的定义。I wanna be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. I can't forget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. I wanna be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. I can't forget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. I wanna be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.